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去年2月1号就任到打，法案通过不少兼修拍，拼到执政党的立委要来罢，国民党的立委嘛无得惊。民主定数内面敢就包括这个罢，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三位，资深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第四位呢，资深媒体人戴敏芳来连日就到达现场。那么首先，咱就到底来关心，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最近呛声讲，若要罢免立法院的正副议长，甲国民党的立委，国民党今仔日党团大会嘛决定，要来发动罢免到民进党38个区域的立委，会分阶段来进行，宣告着大罢免时代的开战咯。立法院的调查对立是愈来愈厉害。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最近呛声讲要发动罢免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和41席的国民党区域立委。国民党团即马决议讲要以罢制罢来反制，宣告讲大罢免时代全面开战。我们党团已经决定了，他们全面罢，我们也全面罢了。不是罢10个，罢38个，就以罢制罢。赖清德得票率40%嘛，蓝白合起来绝对压过他们的。罢掉再改选，民进党席次一定掉的。领纳税人的税金干政务委员的陈时中可以搞大罢免哦。九龙他不回应不处理，我们就会反映在预算提案上。因为行政院政委陈时中进前嘛伫空中呼应郭建明的讲法，和民众党团批评讲伊无责任。不过对罢免议题另外的内部，敢若是无共调。民进党中央嘛表示讲，对这并无具体讨论。党团的干部嘛连续几工拢斗打动啊。每一个立委都把眼前的工作做好。这个会期的工作就是完成总预算的审查，交由民意来做最终立委适任与否的定夺。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珍贵的权利，不应当用报复或者是以罢制罢这种心态来面对。调查正到这么厉害的时阵，立法院长韩国瑜暗算要伫18带团去美国来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伫启程进前，赖清德总统是邀请伊临加比的约会。根据了解，副方已经提出邀请，有可能时间是伫15还是16，敢会当来烧透调查纷争是真受各界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日要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哦，一触。也有即个执政党甲在野党的即个关系，也有一处呢是立法院内面这年当中是经过了啥物？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吼，还是如常常来袂记住，就感觉讲逐工，毋是逐工啊，就是不时就咧冤家相拍。啊，有通过法案无？咱老实讲，是通过真济哦，吼，有的是还阁算还可以，有的是。可能还阁有争议，那么有成果也无成果，这在看在人。不过即摆现主是变着的，先是郭建明讲你立法院的议长和国瑜配合这个在野党，你无甲这个法案已经3读通过，你来送去到行政院去啊，你哪会无做？你咧配合，你做弊，因为。伊惊执政党，即个在野党意思是讲，我若是甲你压掉的，你就无法度去叫总统公布。总统公布的时候，我就行政院来提出复议，我就会当你 stop。但是立法院就来用这招，即摆是向咧配合下，所以郭建明才提出来罢免。即摆这个情形已经真歹讲是随是随非啦。老师，你的看法？是啦，确实啦，到这个时阵哦。这个咱的新的国会因为要满1年嘛，所以照你讲，按照咱的规定来讲啦，今年2月1号开始，其实确实应该开始发动罢免，不管是对哪也好，哪里也好，
白无多嘛，白拢是不分区嘛，所以无多。所以这个时阵吼，其实大家就开始咧看讲，这个时阵，因为大家看嘛，即摆民进党是差偌济，差6席过半。所以对因来讲吼，因会想要去暗算讲，那应该为6区内面甲为国民党迄边6区甲溜来，啊，因若国提名若赢，因就变过半因就无咧惊讲你后壁拿白边合啊，我合嘛袂赢我嘛。所以对民进党来讲，伊即马拍即个，你讲即个拍算来讲，一定是讲我开始咧发动即个全台湾的罢免。啊，这个罢免呢，当然啦，对有的拿的立委来讲，确实有较有危机啦。因为迄当阵伊去年的时阵赢无济嘛，所以这个时阵，老师，列个嘛有的选区是赢无济呢。是啦，所以我们现在今日讲，大家来请病嘛。老师，啊，你安尼分析个遮认真，你是认为双方面拢是算真的吗？我讲真个啦，对特别的选区来讲有可能。即马大家看嘛，即马踮咧倒呀，邦桥、台中，即马台中本来是讲要罢免迄个4个新的立委嘛，啊，无即马听讲搁要加2个啊，搁要加两个嘛，讲加严宽恒，啊，加一个杨琼英嘛，所以对那个来讲，因为想讲找有可能会加即个并盘的会选区来要来试看卖，所以即马来讲。这个你讲这个棒球迄个叶元之，确实因为去年伊赢无偌济，差不多1000多票尔，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试验点。好，这个是民进党，啊那国民党呢？国民党咧反制，伊是咧拔喙水啊，呢还是讲真诶？反制来讲，伊讲我4、8席我拢甲你。当然啦，这是无啥可能啦，因为除了迄当阵是。赖世宝是安尼讲，问题到后壁的时候，我就看到讲，迄傅昆萁就走出来讲，是赖世宝家己的个人意见，家己的意见嘛。所以变讲，国民党即马根本嘛无可能想要专门罢免。讲一句较坦白的，选举爱钱无？爱钱。去年大家开遐济，大家敢会想讲过来一届？你若讲为着即个钱，你若讲着即个钱，大家就想讲。可能无可能全民罢免。所以老师，我一开始我就问你讲，这是算真的还是算假？啊，当然这就是策略嘛，攻防。你讲调野攻防嘛。哦，大家想讲老师策略的意思就是讲，无一定是实际的意思。对，可能会选特别的选区，要来试看卖，试水温。啊，那龙价相真呢？啊，就看卖啊，然后有的所在向去冰盘。对民进党来讲，对国民党来讲，这嘛是一个好处。你甲我变，我嘛会甲你变啊。冇可能啊，这有大家拢来算啊。这样对。是啊，确实我感觉大家应该来思考的部分是讲，即卖的状况是民进党较需要啦。咱坦白讲，就动机的部分，民进党较强啦。你爱看咱支持者，因为动员是一个，咱讲着群众的这个结合，你绝对要有一个最强烈的。啊，因为国民党伊是守方，伊嘛唔知结果会安怎。因为你讲要罢免，我唔知你会成功袂成功，袂成功我就免才出遮侪啦。啊，我第一都不清楚状况的状况之下，是较歹做啦。啊，坦白讲，因为民进党就是你法案直过，直有争议，直出代志，啊，大家感觉对那绿营的朋友，若讲对遮较愤慨，当然迄个动力会较强啊。咱坦白讲，迄差异也是真大啦。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咱咧去思考啦，你会使罢免成功，无代表补选你会赢啦。我感觉即马因较特别的部分，大家拢无咧讲即个议题，大家敢若讲大罢免，啊你罢免了后，你敢会赢？咱若以谢国良为例啦，虽然无罢免成功，坦白讲，你就敢甲拔掉，咁你民进党出来就赢。反正了后是蓝白结合。推出一个大家形象嘛袂歹的人，有可能佫来提掉，所以我讲这是一
真复杂，啊，阶段拢无共款的。所以这你即摆是咧考考因双方吗？不，我相信对民进党来讲，有选几个较有问题、表现较无好来做罢免，这是咱人民的权利啦。但这个部分我感觉是无什么问题，但是大罢免这个部分，我感觉是较有差别的攻击。我头讲到，你爱有动机啦，所以大家拢经仇恨值高。啊，你这个人，莫讲做好做歹，上无是平盘，无什么特别。我有想要咱人无遮无聊啦。台湾人虽然政治上大家吵吵闹闹，你讲我无代志，讲我就要甲你报冤，无遮尔啊明显的动机啦。啊，因为咱讲过，即马是希望过半，所以你嘛免出遮侪力啦。你明明你即马57席过半，啊，你即马当然一个国民党52席，当然无党加起来。搁较侪啦，无54啊，但是你讲正副院长袂使投票的状况之下，等于是平票，所以照你讲，伊免出遮侪来，咱若正常咧做策略考量，你重点打就好啦。台上架起来了。无你到时阵你的党机器你也要到处跑，到处花钱，即摆是会使做宣传，扛棒给供集中在立项去走啦，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当然有人讲啊，替老柯讲是讲啊，这个部分是一个气势创啊啦，当然也有危险啦。因为我是爱讲老柯伊的角色，还是伫民进党内底做中交，这个角色吼，一般咱知影咱咧管理内底，伊若做乌面啊，就没有退路啊，谁敢打他的脸？所以我感觉因家己的策略，这个部分是爱搁去思考。但是话讲甲较绝对啊，吼，或是你安怎看？我感觉这本来。即马就是弄假成真，擦枪走火嘛。原来民进党可能想讲一两个就有够啊，吼，迄较弱的，吼，像叶元之，吼，较弱的，我就慢慢啊创试看卖啊。就老柯化解了，比如讲，大家唔知要安怎。但一般印象当中，感觉柯宗雕呢，应该是老魔清算，吼，想得真济。才会讲话啊！即摆讲出来，伊足生气的啊！你看老柯第一讲讲的时阵，吼，一个人伫遐讲，哦，脸书留写一个七千字，对无？4个立委去按赞，伊搁take个50个立委呢，啊，尾啊4个去按赞，啊，今日咧，全拢走出来啊！迄阵第一讲就甲伊讲，哦，赖清德对这真无欢喜，哦，老柯那会讲这，吼，老柯讲伊自走炮。讲起笑，对无？啊，毋过今仔日咧，拢民进党立委拢走出来，就讲你即马是声率加火吼，点起来啊，就拢我遮。啊，国民党本来国民党画罢免是画假的啊，对无？吼，有少数的人讲，阮嘛会当罢免，啊，迄毋是主流。啊，即马比如讲啊，党团嘛去怪伊讲，阮嘛要罢免，毋是38个，啊，毋过因讲我嘛要做。对，你有变讲大罢免，啊你两边那拢真正安尼做的时阵，吼，今年拢咧舞这就好啊，对无？啊，对我讲实在啦，民进党60席才会有过关呢。啊，你讲要罢免60席，够较简单，就讲这物件尾啊，即摆是讲比讲怎样，两边拢去顾家己的基本教义派，吼，拢啊对象好。对傅昆萁好，对华建民好啊，啊对国家那有好，对无？你讲即摆的状况，你讲，我就问一下啦，别大罢免，这嘛是党的代志，你两个党团有啥物利害？对无？啊你两个党团咧讲，我要做，啊这甲你啥物利害？这毋是你的权利啊。无可能是讲，反正地方因嘛无代志通好做。毋是啦，这嘛就是讲。你俩是不务正业嘛？两边拢罢免我真正舞咧，今年拢真正拢舞这就好啊，就好啊。这一年嘞吼。啊，你若想国家够真侪代志，川普马上要上上任啊呢，对无？啊，迄个阮外口的物件拢唔知到底变做啥物款吼？对啊，啊，即摆内底大家咧相拍，啊，你敢会通？啊，我搁问一下啦，国民党原来是讲要选罢法修 N+1对无？啊，你即摆搁要修无？唔知要选啊，你即摆讲我嘛要罢免啦，你敢要修无？就讲我顶下我甲老师咧冤家啦吼，立法计划就是安尼啦吼。你本来就是爱讲啊想好，我这条是要安怎做啊？你就要去论述这物件。说义不义啦吼。啊对啊，你即摆舞到遮，你迄阵你就无想好嘛，对无？
你若想好，你来讲这对无？啊，你即马讲选办法要加一，你搁要收哦？我问你国民党嘛？啊，唔是啊，即马就讲大家拢无去想讲我即会期要创啥，所以逐工咧相拍嘛。老师，即摆何志讲啦，你有同意无？无，就是咱讲过啦，当时应该是安尼讲啦。当初咱拄着宪政纷争哦，应该讲咱即马吼，因为国会即马较冷静啦。当来感觉讲佮无代志，但是我相信未来你佮有争议法案起来时阵，迄个民气也是起来。所以说咱咧讲的部分是讲，你若未来还是佮有争议的法案时阵会啊。所以说后子讲的意思是讲，你无代志，佮要去修，你佮来修啊。你佮修，你佮把人民的权利拿就是搭柴火再一直丢。我还是讲过啦，愤慨之风的这强度的仇恨是较强啦，所以你反扑的力量较大。但是嘛，无够6色啊。啊，但是无要紧，我的意思是讲，这个部分啊，政治的这个咱讲咱去算政治的这个部分呢，筹码来讲上重要部分是我会使聚集我的人气嘛。头先嘛讲到九合一选要选啊，其实即马这拢有真侪问题啦。咱看到咱虽然无即个题目无咧讲，你讲这个一定国际这个代志。即你就出现国民党唔知要去啊，无爱去，你去你就柴火送互民众党啊！九合一选举歹势，除了管市长，恁会恁会讲合作无毋对，我相信你这蓝白高层会谈合作。地方的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大家要甲你谈合作，大家那么啊，你一些我牛你我都无啊。对啊，所以我唔知讲即马就大家出现奇怪的状况，即唔知讲第明年咱九合一开始，这复杂的程度会较悬啊，所以即马罢免落去。当然，民进党是看你即马有搁提什么争议的法案，民众生气嘛是即寡代志。你若搁继续再提争议的法案。再提出许多的一些问题，你一定大家会反弹，一定个起来。你看即摆为什么？你讲咱头讲到甲动了，哪有家己讨论的法案？当初冲啊呢，1分钟甲过，啊，你个不爱送，不爱送的理由是啥？因为咱感觉这个代志爱好好讨论，你想要甲包落去，人当初就叫你好好讨论，啊，你硬要杀出去，杀出了你个无胆去杀，啊，佮讲咱个爱讨论，这就是即摆唔知讲国民党。这个部分呢，家己都得失分吼，我大罢免的迄个气势，我有可能会搁起来。是，民防校长啊吼，啊，他拄啊3位拢讲着吼，即摆目前的情势吼，已经是弄假成真吼。民防你有同意讲这是弄假成真？讲头一天本来这瓜中雕下落个4个人暗战，第2天哇，所有的位拢来。你知影什么内情无？咧偷笑？无啊，我是讲，我昨昏拄好甲个柯总召通电话。哦，说。我是问伊讲较好袂啊？你讲你较好袂，还是你会较好袂？较好袂。哦。啊，未来有会较好袂。伊是讲，民放，你爱相信我啊，吼。你爱相信我，听起来敢若一首歌呢。所以有这大家拢讲伊是甲你讲什么先机啊呢？伊甲中央什么意见无共款啦。我就问讲啊，你总召是安怎无安怎？民放，你爱相信我吼，大家来看安尼。伊个写讲我袂下课，是这个意思吗？我无安尼讲，伊甲安尼讲，你爱相信我，过年刷你就知啊，吼。哦。啊，我唔知伊讲啥哦，吼，伊甲我讲安尼尔。问题，但是问题这代志，中央啦，根本还未做上尾最后决定啦。但是已经有人放炮呢，干市长政务委员呢，这是不管部会，这个部长级的人物呢。对啊，党内底当然嘛是一定有这种鹰派的声音嘛，因为你连续通过。你讲的鹰派是小鹰的鹰，还是老鹰的鹰？老鹰的鹰哦。老鹰的鹰啊，因为除了那个鹰，除了小鹰的鹰之外，其实这个人嘛是很不满啊，包括新系内底嘛是很多人都，你安尼要3年要过。逐工要过一寡行政院无办法好应付的法案，你要安怎过？但是嘛有一种声音讲，乍地如此啊，不会当初啊，当初你入委都无好好啊认真选，干咧顾你咧选总统。伊有好好选啊，伊到尾也拢无咧顾总统，伊到尾也拢咧顾立委啊。啊，总统我坦白讲啊，即届国民党推出较好的人选。无定
民进党连总统都无，因为政党到时阵，因为今年都要轮替啊，对啊，旧年都要轮替啊，啊是因为因总统候选人伤过无受欢迎嘛，吼，所以这大家，所以选民嘛有一种选国民党的立委来监督民进党的意思。你判断这个情势会安尼真正弄假成真啊？大家一直扒。我感觉可能性袂少啦。哦。但是就是讲，这民进党中央，伊不爱讲我咧存柯建铭这种调子冲得很快。虽然柯建铭要我相信他，但是我是判断呐，我有跟党中央的政策会或是党内的人谈过一些这个事情，他们说他们真的还在考虑。就是包括东珠线嘛，嗰啲考虑啦，伊无要一声就冲出去，伊要个观察很多局势。你这限速法、选办法上面都还未处理完啊，对方还未出交啦。对啊，国民党那个选办法加一的法案也后续也要拿出来啊，因为我那天有看到蔡议员法案单上面就有列这一条啊。就是未来国民党也会通过加一这个案子嘛，那就是会对这个罢免东西搁一个变数，搁刺激啊，所以你未来歹讲。如果你国民党搁加这法案落去的时阵，搁还包括你年金你又改革，你又要开始翻案，迄当阵迄就歹讲啊。啊，这个就是民进党咧评估，我到底是出来要出偌济，还是讲等公民团体有一个气候了后，我给他加入。而且这样子会避免朝野的直接冲突嘛？啊，但是我如果有成气候，我当然要加入这个罢免的。但是你讲的拢是策略，你进我退，我进你退。不过整个政治民众对这一年以来这鲁苍苍已经是真本来啊。都是所以民调拢讲你希望你先合作嘛。啊，所以我跟你嘛主张你。总统，我已经讲过啊，总统你要试着出来协调院际协调，你出来爱做。无啦，伊要请韩国瑜啉咖啡啊。韩国瑜大概马上给你拍请啊，韩国瑜不能决定什么事啊。可是请韩国瑜请院际协调就很实际，除了立法院长之外，应该还有党团3长，那也应该有这个民众党的3长。还有行政院，还有立法院的民进党的3长，拢来啦。对你建设有一个名称叫院际协调的时阵，这些有决策权的人才会用加入嘛。啊，你要请韩国瑜啉咖啡，那是去美国迄团啊。美国迄团，现在除了正院长、副院长也去了嘛。啊，柯志恩啊，可是这些其实都不是整个国民党目前决策的人嘛，对吧？啊，报中招应该是爱请才会对啊，所以说你也要战争以前，我是感觉先礼后兵，你要符合人民的期待，人民期待你先能够和谈，能够谈合作，能够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安稳的日子，卖叫民众一个假你投票啊，然后逐工你选举的迄噪音啊，甲迄。声音当中啊，我是感觉民调很清楚，就是陈导演咧讲应该要以和解为前提，吼啊，大家会当做代志为前提，唔是讲和解为前提，伊会当做代志，大家看落你真正做事啦。但是在拿的这个眼中来看，我有咧做代志啊，是不是安尼想？当然对拿来讲啦，伊即满若甲白合作，啊国会来讲伊是过半嘛，所以对伊来讲，伊是要推家己想要过法案。啊，毋过对拿来讲，阮就感觉讲，法案这是对国家的代志啊。譬如讲，你讲国会改革法啊，甲这个财政划分法，吼，这财法法，啊，这拢是国家的代志啊。而且这两个法，拢是民进党30几党一个咧主张的。啊，虽然比如讲民进党家己就大的时阵拢无爱做，譬如讲。去年咱好不容易到这个国会，比如讲我常常咧讲，变是正是一个朝小野大的这个立法院。好，啊三读通过啊，现在我爱杀罪。
当然啦，因为这对因来讲吼，有一个策略啦，因为因一定会去推复议，若推复议，大家后壁想讲变讲踮咧立法院，搁要斗啊，变讲要斗，所以变讲因后壁可能。所以伊要先互即个宪诉法先生效，对。哦，互你袂顶袂动，我才会送即个法案。所以变讲你因为你人无够嘛，所以讲变这就是大家这么立法过程的一个变讲一个攻防啦。因为你若全部塞出去，到时候你全部甲我拍转来，伊讲变讲这几冬，这几个月来会努力。民主社会毋是讲啊，你一来我一往安尼，毋是大家拄啊好。是安尼啊，问题即马大家就是感觉，国民党来讲就感觉讲你民进党就无这毋是讲我本来要派什么导手啊，后来3点钟进前，个突然间来你换安尼。当然啦，这较无共款。问题就是讲国民党就感觉讲，即马国会来讲是确实你民进党毋是多数党嘛，你无过半嘛，比如讲你一定要尊重。在野党联合推出的法案对，嘛是要有行政权呐，你不要完全剥夺行政权。是当然啦，问题就讲你上就。所以譬如说财会法可不可以坐下来谈，都是院际协调，因为白色是提2300亿嘛，他们国民党现在是提3000多亿嘛，那其实民进党武力综合，财政部本来有83个指标性的差异，有召集县市首长讲到剩下3个嘛。所以应该是标台公，我嘛未来会提案子，好像有左荣泰有去找这个韩国瑜。那有人就讲说，如果2300亿跟1800亿中间，其实剩下500亿的有代供啊，不一定要那么硬，而且谈的好处就是讲，你把钱撒出来了，要做什么代志，你要确实啊，你不能够财政移到地方去啊，那个项目要怎么做啊？怎么？地方政府，我不是说他财政纪律不好，但是过去有很多例子啊，比如说苗栗关迄刘正宏，钱用到了。风事莫搁再提起啦，我是讲哦，就眼前的代志要来解决嘛吼，何志你安怎看？眼前的代志要安怎解决？就安尼一直出落去，大家就火车烧龙啊。我先讲一个财法嘛是安尼，你原来在野党嘛等你等真久啊，对不？到要到要过时，你才讲哦，你搁我等者，我摕一个版本出来，人等你几个月安尼，对无？啊，你迄阵就讲，我就是不爱，我就是安尼，我就袂当叮当，吼。啊，人要过前2-3工，你甲来讲，阮两个还调者，啊，你真是咧创？你行政院本来就应该有版本啊。这你认为因为爱检讨啦？你本来就是啊，管理委员会安尼过嘛唔对啊。财化法委员会没有做什么问题啦，财化法委员会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我即摆讲啊，拄啊讲你咧讲，迄公布的代志。来，你何志先讲。来，咱先何志先讲。即摆是讲这嘛是我讲立法计划的问题啦。吼，你国民党为怎样？你既然要限速法要先生效，你哪会迄天过3个法到底通过？无你就先通过一个就好嘛。先过一个嘛，啊，你就这就是这个立法计划，我什么时阵爱做什么代志，什么时阵爱过倒一个物件。啊，加红小马本吼。啊，你既然安尼，你头前在算啥？对无？你嘛无在算。要不过你讲即摆罢免的问题是安尼，就讲你即摆我讲罢免，我是感觉拢袂成啦，拢袂成啊，拢袂成啦，吼，因为。即摆看起来吼，民进党的状况就是讲，啊，你是去试看卖咧，吼，我是无买了咯，吼，啊，你无买了咯，你就甲家人共款嘛，一定就是安尼嘛。安尼拢是死道义，无死病道呢。问上简单嘛，你讲家人不是台中，吼，迄唔知不管你是4个还是6个啦，吼，你要罢免进前，吼，卢秀燕一定在台顶嘛，啊，你。偌千的，到要甲对下，你甲要对下讲，我是对的，卢秀燕唔对，啊，在台中你敢拼过卢秀燕？迄你就无可能嘛！啊，你家己拢死民道无死道友，死道友无死民道对无？拢叫啊，亲了你去舞的，到时我再看卖，你舞了袂歹，我就讲我来甲你支持，啊，不了讲我就讲迄种民间自发，甲我无地带。
安尼就袂成啦，啊袂成，我讲偌成就安尼。所以你袂成的物件你莫做啦。你看到这个板头啊，就大概就无你先去试一下水温。啊你若是无，你家己无聊落，吼，啊就莫做啦。我讲是真正，你即摆就摆出一个总统的姿态，讲啊大家我今年吼，有遮济物件要做，吼，莫讲规档拢在做罢免，应该是安尼。你偌成地即摆是讲。我搁设你零加 B， 啊，迄边老客要甲你看罢免，你要零啥物加 B？ 啊，这两边到底有讲过无啦？不啦，这当然咱唔知影，这是未来若有机会去用访问家己讲啊。但是我调整，我唔知影这个立法计划搁要提出来讲，先讲立法计划。每一个政党拢有我是讲过哦，这咱的认知有淡薄仔差异。那无立法计划，我甲你报告，98年财政划分法就提出来，每一年拢有提啦。啊，政党咱一般立法院是安尼。因为行政权的运作实务上的部分，所以要提对案。咱希望你来，当然你无来，我确实立法院嘛会使家己上案。啊，我搁强调，所谓的立法计划是一个大计划。你讲即马即个，咱讲即个简单讲，崔兆哲法案，崔兆哲法案，民众党咧话讲，阮成功的拍摄。我对5年前的参加廉政署开始委托政大的教授团队，就开始咧做这个研究啊。即大家做老师拢知影，即种的拢袂遮简单。立法计划迄拢，无他何止讲的是讲哪个讲，你若知影讲即两个你要落掉的，啊，你就应该唔通三个斗阵杀啊。我这另外一个，当然咱应该是咧讲，就是讲，当然即届咱看到较大的争议，大家拢讲真好，咱好啊来讨论，好啊来做。但是即马咱看到进前的状况，就是讲，即马蓝白合作开始是强势去推动。无进前嘛，无单哪个会记得，咱是这进前我唔知有讲过无？咱咧讲迄阵啊，65岁年收入200万以下，拢免啦。我就咧笑讲，民众党你当初支持者是少年囡仔，去后摆即个发通过就是少年囡仔，后摆派上侪钱啊！我都无相信民众党因家己咧做即个评估内底，这是因的支持者后摆是就是苦主呢。所以我们在讲，你若即马在讨论内底，咱无好啊去做，明下要用你的人数碾压过，仇恨值一定会累积啦。我是讲过，因为你即寡案直直的发生，啊，不管你要理由要构成说啊，民众你爱讨论，你上无最后结果迄个法案，还是民众期待的部分，迄个仇恨值一定会紧绷啦。所以我感觉即个罢免的部分，绝对一定有几个去成功，啊，当然有几个去提案啦，啊，当然。咱讲过最后的结果是安怎？这当然看未来的这个氛围是。但我可以回应一下。我解说一下，我看老师可能真正唔知影什么叫立法计划。立法计划要优先法案无共款，好，你拄仔讲是优先法案，立法计划是讲我倒一个时间点要过倒一个法案，倒一个时间点这。啊，这唔是叫优先法案。无共款，无共款。来，我甲大家报告，咱所有的政党，歹势，咱所有的政党。啊，甲咱的国会，甲咱的行政院，莫讲行政院所有的部门，因拢会调查。我即马第一线拄到什么法案，有什么问题，因的回报会做一个总库来讨论。所以咱拢立法院的院会内底、院报内底，拢会提出这挂法案，所以会出，不是先出立法院，会出政院，会有政院的版本。所以每一个咱所有的政府的部门，拢有伊的立法计划。这个立法计划提出来了，无一定会变优先法案，所以麦克讲政府无立法计划，政府一定有立法计划，不管定义无共款啦，定义无共款啦。来，你讲的是优先法案，优先法案。我讲过无？我讲法案的你我唱，安尼我听有啊。哦，优先法案讲我这个部门吼，我想要做啥？吼，我有1、2、3、4、5、6、7，这法案是我优先我要布学。立法计划是啥物物件？是讲我倒一天。要过了多一个法案，多一天，这法案要过出委员会、进委员会，这叫立法计划。做会成，要成，多一天要成，这叫立法计划。优先法案是讲，我想这物件应该爱过，吼。立法计划是讲，迄天就一定要，我安怎做到迄天会做到。来，张老师，咱已经针对这个题目吼，讲超10分钟啊。咱先爱来讲吼，关于着这个大罢免，真侪观众朋友其实关心的就是讲。啊，干就一定爱罢，
吼，敢有其他的这个方式？我讲者，我讲其实民进党还未决定讲要大罢免咯，吼。无还未决定。我头先我们来听一下讲什么等什么公民团体安怎，或者投入，未，这中央党部，迄是只是挂中招你讲的哦。还有陈时中政务委员。还有陈时中啦，吼，但是中央党部还未做最后的决定，党主席嘛是还未做最后决定哦，吼。因为总召甲总统，我知影通过2摆电话以上啦，一定是有通过电话，一届嘛是无偌爽快吼。所以你慢慢讲了真济哦，你会使一摆讲出来袂？无讲遐，所以说你讲会剩。总召安尼后大罢免无，这无还未决定的代志啊吼。所以你已经讲啊差不多啊，就是讲你有甲挂中雕。我这毋是中雕甲讲伊脚较好尔，好叫我去爬山，我讲我不爱的。但是你有较好啊。伊有较好，伊有较好，伊有较好，脚有较好啊。所以伊有较好啊，安尼咱就知影。但是不过国会是毋是会较好呢？其实这才是咱全民的愿望嘛，对不对？这局是要来改，因为咱看吼，1月1号赖总统就讲哦，你看这图表，这国内政治纷争必须在宪政体制内，依循着民主的方式，才会当持续深化民主。要来找韩国瑜甲在野调野政党代表，去到总统府林家碧共襄国事，哦1月4号讲大罢免。41席开的立委大罢免就挂中调，所以伊可能迄阵时较无好。1月4号，1月5号，陈时中伊就讲叫他大罢免，刷来1月7号人开始啊，要来全面开战。这话已经讲落去啊，但是咱看黄国昌讲进行处理选罢法、财政收支违分法。这个宪法诉讼法的时阵，陈时中讲爱行政院唔通附属法案，当时讲伊的发言，伊就咧骂陈时中。李老师，你安怎看这政务委员的言语？确实啦，因为过去咱大家拢知影嘛，政务委员照你讲，伊真正伊的任务是协调部会，还是讲伊可能会去互这个行政院长指定讲去负责什么政策，会研究什么，跨部会。所以来讲，照你讲，政务这个政务委员哦，通常是幕后较济，真少政务委员家己会徛喺头前。照你讲是安尼，因为徛喺头前，照你讲。那一般推理就讲，伊也出来讲，可能是有人甲乌烟，甲讲，你来出来讲。这当然啦，因为可能迄当即个草屯伊即摆补选，所以民进党迄边草屯迄党部迄边可能邀请陈时中来演讲嘛，来做讲嘛。啊，即个时阵，所以可能强较险的，一定啊，做选举一定大家拢一个拍落去嘛。所以对陈时中来讲，伊是感觉讲，我是踮咧即个礼拜时阵讲，我毋是踮咧上班时间讲，所以伊感觉讲我会用咧讲。当然啦，你这个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确实啦，因为伊毋是上班时间讲啦，伊是咧做选，所以这个是原因。啊，问题以的角色来讲哦，确实不是很适当，因为毕竟伊毋是一个部会首长啦。因为就头仔民方讲起来，民进党本体看起来，还佫无决定讲要罢落去。是啊。但是讲这话是不适当，但是伊毋是核心。对啦。我来讲，伊是鹰系，伊是鹰派，嘿，你嘛是有可能的，只是鹰派，他是鹰派又是鹰系，所以跟现在的鹰啦，跟现在的核心不是很近。你嘛有可能要等于有点没有代表性，这个替跨革命来变讲，有点战声啦，这个战声安尼啦。哇，这是这其实咱看到这个咱讲政务官哦去徛台，这当然还没讲，咱唔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你看咱呐，总统不管倒一党要连任的时阵，嘛是要去替伊家己人去徛台去画啦。
当然，咱即马咱讲台湾的即个咱的法规内底，确实咱讲过，伫即个咱若无遐敏感，嘿，若毋是咧上班时间，咱进前你若会记得迄阵啊有爆发，互咱大家批判是讲有一寡员工利用公务机关的机器时间上班去留言，去批判另外一个种。即个争议咱讲着就较大啦，所以我讲即条线其实每一个党拢有咧做，另外一个是叫政治的责任啦。就讲陈时中，你第一你的角色，你要来做院际的协调，你若未来有要甲在野党来做协商，尤其是即马立法院无过半的状况之下，你即马敢要跳火线，就这甲老柯咱头讲的共款啦。老柯的部分，咱一般咱若简单讲，当然伊诚愤慨，咱会使理解，只是讲伊是一个宗教。咱伊若是都已经油门甲踩到底啊，想会使动动啊。吴思瑶刚刚跳出来讲，歹势，伊讲的阮无算哦，就是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啊，即摆会使有啥有退，就是党主席，其他嘛无其他人，所以毋则讲因的策略安怎做，当然这因家己较清楚啦。咱伫这过程当中，当然民进党要做伊家己爱较巧的方法去行，但是我相信啊。因为罢免的部分，因为即摆僵局个伫个，我还是讲过，罢免的原因是为着要解决僵局，只要这个僵局直都继续的落去，绝对罢免的继续行，这就比仇恨值。我讲国民党当然嘛有可能，但是我讲咱就爱比倒一边感觉受到威胁较大。你也了解讲，即摆已经拍时间。这应该向较主动。所以咱讲过啦，即摆当然是。咱的总统来做院际的协调了，伊当然有两个角色啦。第一个协调是院际的纷争，这是纯粹就国家的机器运作的概念。那政治的问题，甲国家机器无一定相关的。等下咱讲到韩国也在做有限，这个时阵当然就政党，你主要的政党的主席，就你讲的，你是不是要甲一寡部分，要甲大家招做伙来做讨论？因为拄啊热清调较特别啦，咱台湾过去咱拢一直有一个状况哦，就是咱的总统常常兼任党主席啦。不管是过去咱看到李登辉、马英九、蔡英文、甲赖清德，拢是安尼。所以伫这个状况之下，有两种角色啦。这嘛是咱头咧讲，伊要出来出去，有啥伊到底是总统的管道，还是有啥要用党的这个角度，爱较对政党竞争内底较强势的。这个拿捏，因为伊的身份拢伫的，伊咧调整的过程，我感觉就无遮尔简单啦。所以即马看起来，当然因是还是赖清德还是在旁边先看啦。所以是不是因的策略，这我看未来会使来关心。但我强调，罢免的原因是因为僵局、绿营的焦虑，还是咱本土派的焦虑。这个问题若无解决，罢免一定会继续推动。这焦虑是来自在国会内面，对着法案的看法无共款嘛。是。你真侪法案就是无法度好好啊讨论，我看到这是事实。就是无好啊讨论过，才会变做讲有这个长底骹话，吼。那么这个有长底骹话，当然有真侪原因，有的是讲你无提对案哦，这讲起来是坎坎切切啊足济。我咧问一个上歹的情形，就是讲好，今仔日有3色的立委叫你罢免成功啊，但是你还是无够，你哪个甲白还是夹起来，嘛是共款啊。毋是爸母一场。我是讲陈时中这代志啊，我感觉就，阮台湾吼，你讲政务官吼选举去徛台，拢正常啦。吼，这已经不用管学历的，事实就安尼啦。要么讲你讲罢免是较无适当啦，因为讲他是监督你的嘛。好，讲你监督我，结果我就说，你监督不对，我要去那个角色有点混淆，跟选举有小可无共。罢免这代志就是你拄仔讲的，就是讲你即马是讲我真袂爽，吼，所以我要甲你罢免。问题是讲你罢免了，吼，无一当了，嘛是共款嘛，吼，你可能讲我看到一连两个，我又落来，结构袂改变嘛，吼。要不过即马的状况就是讲，已经要深蓝跟深绿看两边咧行嘛，我拄仔讲的嘛，看这边第一天出来讲的时阵，吼，后壁拢无人，对无？你到今仔日，吼，民进党立委拢讲，无阮解散国会定来选啦。要来解散国，要来解散国会。要毋讲，这情绪就讲，你无徛咧挂个名遐嘛袂使嘛，因为人爱嘛讲，我要罢免啦，所以变讲两个对火车对撞，你就袂受伤啊。人爱嘛是嘛，本来是讲无
是讲我惊你罢免，即马是甲你讲。老柯讲，我不如我来提这个公道，看会当改善国会。迄个袂通的物件，不实际，更不可能。公道第一个吼，公道是对事，唔是对人。第二个，公道迄门槛，你会记呢？公投是现在已经改成不绑大选了呢，你是不要那过啦，吼。所以老柯讲这个嘛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伊最近讲迄宪法拢讲较奇奇怪怪啦，吼。要毋过，比如说讲罢免韩国瑜，对不对？迄毋是罢免，迄是定选啦，定选那2/3啦。你就安怎生？你即马罢免60席了，你嘛是无够，对无？吼。我讲是讲，即马看起来是讲已经拢深蓝跟深绿，吼，一年迄情绪对撞。对呛。好，伊迄物件一定，你越晚一定会越严重，它一定会擦枪走火。你讲放这个情形落吼，就一个神经啦。要安怎关键处理？所以我感觉讲，偌清楚，较去想清楚诶，到底买武无？吼，你若无买武就即当就安尼嘛，不要紧嘛。无买武哦，较紧较大动啊咧啦，因为只有他可以踩刹车啦。吼，你即摆就卖讲找韩国瑜零加 B 啦，吼，朝野吼领袖找来开一个国是会或见个面也好啦。你当你到底要做啥吼？大家讲诶，你大家你甲韩国瑜讲嘛讲袂出啥物物件啦。我讲真正诶，就说伊即摆是讲你即摆无大动啊，吼，一定弄假成真啦，吼，你拢大家拢变讲袂当摕嘛，吼。无武无霸袂使嘛，就一定是以霸制霸。这到今仔哦，到今仔是讲一定从深蓝深绿拖咧行啦。这个力道只会越来越强，不会更弱。民红你安怎？我就感觉你院际协调，其实你要加一个朱立伦就够济啊嘛。因为民众党现在黄国昌就是党主席啊，你总统嘛是兼民进党的党主席嘛，现在就是立法院国民党。你的意思是讲，卖管这什么体制什么，你得拜托。不是，你院际会谈，你就要加一个朱立伦就够济啊。所以就不是议政会谈，就是讲拜托你朱立伦来到进来。你先就实务上的法案来做公共的，你莫讲。一开始什么国事会议，佮给朝野会谈，我甲你讲，迄开始吵。连要等咧倒一个饭店，你就要讲退工。去啦，迄去用骗的，我甲你讲，所以迄莫讲啊，就院际协调就一个通过立法院未来运作好，通过法案有啥物要调整的无？佮加一个朱立伦够济啊嘛，因为民进党、民众党的主席拢是。即个是立法院的党团的总召，一个是总统嘛，即个就是国民党的总召主席无够嘛，所以你要加一个朱立伦入来，规个就用规盘谈。你一个，我感觉这三法无要谈无遮尔困难啦，因为伊拢是实际的。你若要谈咧国会扩权法，迄就足歹讲啊。这拢是实际的。你这3个法案你啊。谈好了，气氛就完全无共款啦。大家对你就是讲爱安怎无，爱安怎无。其实我直接讲较坦白的，你做一个总统，你要较主动的。好，面对朝野僵局，面对朝小野大，你应该要发挥你较主动的，你较有诚意的。而且你伫竞选的时阵，你甲蔡英文伫台下顶，你嘛讲过，讲我当选，我邀请朝野来。喝咖啡来谈话，来就国事做协商，到今仔还袂过，还袂做任何的行动。你若讲要找，你刚刚讲要找迄赴美代表团迄团，迄团都无代表性，你要，迄本来就是要见面的人，你要去参加迄川普的迄。那个典礼地核团嘿，本来就会召见一下啊。那个可是问题是那个没有决策性，没有代表性嘛。所以你的意见就是，我感觉你议政协调加，这不是朱立伦。我是感觉民调是希望恁大家好好过日子。所以你看最近做民调，包括正传媒也好，或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好，什么大家都希望。但是呢，如果是安尼吼，我反倒转来要来请教李老师呢。咱有可能讲，这朱立伦朱主席就讲，来，你来甲我讲，咱坐落来好好讲，变做伊得分呢？
敢有可能？应该是安尼讲啦。那冇可能啊！咱个先咱个想一个，咱个先想一个，咱朝野的党主席偌久无见面啊？足久啊！正进前第一届政党轮替以后，第一届见面就是陈水扁总统邀请连战，过来就是宋楚瑜嘛。宋楚瑜。2024年了，2005年了，到即马无。大家讲苏贞昌那时有一届，苏贞昌迄届迄嘛无啊，因为迄个本来是讲到后壁是。苏贞昌有见马英九啦。问题迄当初跟蔡英文辩论过一次啦。就迄是辩论嘛。为了公道。问题你讲正想要坐来讲，坐来讲代志，唔办。马英九要邀请蔡英文来，蔡英文外，蔡英文要找伊以外，找迄个啥，一开始要找朱立伦，然后吴敦义过来，朱立伦嘛无啊。叫因来讲的就好啊，那呢？因为要来讲，因为当初朝野和谈，迄无可能有怨气，你问讲你有较好无安尼？无，因为迄当初大家较好。马英九、蔡英文安那两个拢是完全执政，所以。无甲你讲无要紧，因为我家己。但即马是毋是机会较近啊？所以我们在在那里讲嘛，今这届的立法院是正朝小野大的国会。他当然导演是讲啊，不如就是赖总统家己较主动的。但是我咧想讲，颠倒摆，如果若朱主席家己较主动，变做一摆一群化解一石两鸟呢？当然啦，罢免的这个大概。背去，当然，而且我搁求发落你，看你要来接。是确实啦，对。国民党得分。对，你来讲主席来讲，伊应该主动甲罗千天讲嘛，讲想敲开你家大门。是，大家来讲嘛，大家坐来讲嘛。总统朝野的党主席，甲立法院长。行政院老师，我一个表情讲我异想天开啊！这我是咧讲，主任确实咯，那伊咱目前的表现是无及格啦吼。未来大家讲有机会去做总统，我相信连拿赢嘛，讲伊机会无大啦。所以即马是算是板凳安尼看看的，剩伊一个人坐呀，大拢伤兵看要赛去。人嘛经过真走出这一步就不一样了。有啊，那老师你有甲鼓励无？当然伊爱做这代志，咱应该咧看啦。我感觉台湾民众，你讲有啥？虽然大家对台湾政治有淡薄仔烦恼，我相信政党有啥嘛故意把它稍微放大一下这个问题。但你看民调过去若看到足侪间差不多是安尼，民进党开始拢平盘，拢差不多甲伊过去的不分区投票差不多35上下，原这可能有到38，还无到40，还是40左右。国民党开始有落，差不多第20几安尼。民众党嘛确实有啦，对过去较青赢17、18，即马搞到较10左右安尼。但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无意见，迄个雄有差不多40%左右，就是讲即挂人当然扣掉20%，可能原本拢无爱管。台湾确实有这差不多15左右的人，我是咧看倒一党，第一即个代志甲问题才解决。其咱有啥看是谁会出问题，谁做无好。另外一个台湾民众咧看是倒一个政党会使出代志了，安怎来反省甲改善？因为无可能无政党，坦白讲啦，每一个政党都有问题但是大家看到这政党伊家己内底有啥物自律的机制，因对有人做这个代志，因是安怎来面对？有人拢讲啊，你立法院拢听报中调的，我朱主席放在眼内吗？朱主席来出手，一石三鸟呢？迄无可能的代志啦，这种物件。不是讲朱立伦安怎，是讲这种物件一定是政治能量较悬的人来样做。伊政治能量低的人是无资格做这个啦。无你讲宋楚瑜讲阮即马来讲，即马宋楚瑜送要杀你，还是柯文哲讲阮朝野来讲的，迄无道理啦，一定是政治能量较悬。人家是国会最大党的党主席呢。不是啊，这个这个政治现实嘛，你就是无。你的判断是讲伊野手画声，人就不爱参与的。这咱的救援教练还是不派他上场。这就是政治的 ABC 嘛，你政治能量没有低的人，伊是无资格去做这些物件。而且我讲，即马是讲青蓝甲深绿。两边的底下有嘛？朱立伦即马话讲，我去讲，随行共事。是你讲赖清德即马你是因为你是总统，
所以胜率安尼对赖总统来讲嘛是安尼啊，我若出来讲，我会去有侵略的。伊是总统，吼，有一个较悬的身份，所以讲，伊唔是讲，伊那是单纯只是党主席，哦，你做这个温系的，哦，有责任啦，伊有一个总统，哦，我讲为着国家，我要团结，勉为其难，安尼。对啊，所以伊才有做给做这啦。安尼面吼上尾，安尼骹有较好无？无啦，我是感觉就是慢慢啊看嘛吼，因为我看民进党，我看一年啊，叫要坐袂调安尼。不过你这问题症结也无解决，你看3年又看袂煞。这问题就是安尼啊，就是讲你为什么有人这么着急？就是讲你这样安尼，就是唔拿真甜啊，就是未来就是3年嘛，所以你要安怎解决嘛？啊，所以我感觉没有3年啊，26年选完差不多那个会有一个结果啦。不会啦，还是一样啦，一样。搞不好26咱关心国家的人，感觉斗9合1的选举兼罢免啦。无啦，26年无会看出啥物代志啦。26年上歹，讲较歹啦，对民进党的气氛嘛是无啥物偌好。帮助。系啦，就是这样，就是讲你两边罢免那种困难啦，因为拢有两边迄种。接近的人啊，吼啊，所以你也推动大罢免了后，我是安尼啊，你就做到专角，你也卖走，你也卖走，你也要走，你就做专角的、全国性的，等于该选，该选的啊，就是民国的啊，对，就是安尼啊。